今次滿呢一個班底就揾咗老拍檔伍林峰嚟一齊去幫我作歌啦。我一開始同佢講嘅都係一個比較開心啲、幸福啲嘅一首歌。監製呢係揾咗蘇道哲啦，編曲都係蘇道哲。咁因為之前第一次真係同佢合作係因為上年嘅拉闊啦，一直都有一個想同佢合作嘅心態。咁好開心今次可以同佢合作到啦。詞都係揾咗老朋友呢一個 Oscar。我自己係好中意 Oscar 填嘅呢份詞嘅，希望呢一首歌可以帶俾大家一個圓滿、一個幸福嘅感覺。今次係繼呢一個阿波羅同埋唯美本尊第三次同 Boris 合作啦。咁點解又要揾 Boris 合作？其實一嚟同 Boris 好 friend 啦，二嚟其實都知道佢係一個好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嘅人。之前兩次嘅 MV 佢都好俾心機。當然今次都係好俾心機去準備，跟住好快就諗咗一個故事嘅大綱，講嘅 message 出嚟，我又覺得非常之好，咁所以就好放心咁樣交俾佢。出嚟嘅成品我自己都好中意啦。今次 MV 其實係同之前有啲唔同啦，係以一個故事嘅形式去呈現啦，其中有5個唔同嘅組合，去有各自嘅唔同嘅故事啦，去話俾大家知，其實人生有好多，無論係喜悲樂都好，其實呢啲嘢大家都要經歷，經歷咗之後你先會圓滿。圓滿唔一定係淨係只有開心咁簡單咯。因為嚟緊都會推出新嘅 album 啦，咁 album 入邊都有幾首新嘅歌曲嘅，咁我都希望大家喺演唱會前都可以聽熟晒佢哋，到時候如果我叫大家同我一齊大合唱嘅時候，要一齊識唱啦，咁呢一個就係我覺得最想大家一齊同我做嘅嘢啦。咁當然呢一首歌滿呢，係最想大家同我一齊大合唱嘅，希望呢一個演唱會可以俾到入場嘅觀眾一個好嘅回憶啦，有最大嘅驚喜俾到大家啦。